中国禅宗史，从印度禅到中华禅。应顺导师。中国禅宗史自序。菩提达摩传来而发展成的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光辉的一页。然有关达摩禅的原意、发展经过，也就是从印度禅而成为中国禅的演化历程，过去禅者的传述显得疏略而不够充分。一般所知道的禅宗，现在仅有临济宗与曹洞宗，闽南偶有云门宗的名物。临济义玄，西元866卒，洞山本纪869卒，是9世纪的大禅师。一般所知的禅宗史籍，主要是依据《宝林传》传于801而成的《景德传灯录》1004上承，《传法正宗记》1061上承等。一般传说的禅史与禅宗，都是会昌法南845前后形成的中国禅宗。然从印度来的初祖达摩500请在北魏传禅，到被推尊为六祖的曹溪慧能713卒，到慧能下第三传的百丈怀海814卒，药山惟演828卒，天皇道悟807卒，约有350年，正是达摩禅的不断发展，逐渐适应而成为中国禅的时代。这是中印文化融合的禅，或者称誉为东方文化的精髓，是值得大家来重视与研究的。达摩到会昌法南350年的禅宗实况，一向依据洪州道义门下的传说。菏泽神会门下的传说，如圆觉经大书抄等，虽多少保存，而没有受到重视。传说久了，也就成为唯一的信史。到近代，禅宗史的研究进入一新的阶段，主要是由于新资料的发现。1912年，日本万字续藏出版刊布了《中华传心地师资承袭图》甲编15套，曹溪大师别传乙编19套，这是曹溪门下菏泽宗的传说。同时，敦煌石窟所藏的唐代写本也大量被发现了。1907年，斯坦因取去的大部分葬于伦敦大英博物馆。1908年，伯希和所取去的葬于巴黎国民图书馆。1914年，我国政府也搜集剩余，葬于北平图书馆。日本人也有少数的收藏。在这些写本中，存有不少的会昌法南以前的禅门文献，因而引入禅史新的研究阶段。敦煌写本中有关禅史立祖传记的，属于五祖弘忍门下北宗的，如传法宝记，这是北宗大智慧法如弟子杜窟于713年请所撰的。又有净觉约720请撰的《楞伽师资记》，净觉为弘忍再传玄泽的弟子。属于菏泽宗的，如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独孤佩传，现存本为神会晚年760请的改订本。又敦煌出土神会录，日本石井光雄藏本，1932年影印公布，实为南洋和尚问答杂真义的不同传本。石井本末后有6代祖师的传记，
为菏泽神会所传。属于宝堂宗的有《历代法宝记》，约传于775顷。这部书记述了弘忍门下资州至生系的传承。宝堂宗的创立者吴柱自称为曹溪慧能的再传。这些北宗、菏泽宗、宝堂宗的灯史，如加上菏泽宗所传的曹溪大师别传、禅门师资承习图、圆觉经大书钞卷3等，参考全唐文所有关的碑记与洪州宗所传的宝林传、契沙藏民国12年影印，做综合的比较研究，那么从达摩到慧能门下分洪的情况，相信可得到更符合事实的阐释。有关禅者法语的，主要有代表北宗神秀的，有大乘无生方便门的各种本资，传说为神秀所造的观心论。代表菏泽宗的有刘成所集的南洋和尚问答杂真义，胡适校对各本刊行，题为神会和尚语录，南洋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谈语。代表宝堂宗的有历代法宝记，这是一部灯史，保留了至生下净众宗的法语，宝堂无著的众多开示。而传法宝记、楞伽师资记、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师法坛经三书，提供了最可宝贵的资料。传法宝记与楞伽师资记都是早期的北宗灯史，却发现了南宗顿禅的根据。楞伽师资记的慧可传下，保存了略说修道明心要法直登佛果，是传说为弘忍所说的修心要论，或题作最上乘论的蓝本。这是达摩二入说中理入的阐明，代表了楞伽禅的宗要。在道信传下，保存了大乘入道安心要方便，对于道信的禅风及东山门下、南宗、北宗等的不同传部，提供了同源一流的最好参考。研究师法坛经，可以肯定菏泽门下的坛经传宗本是根据南方宗旨本的，而南方宗旨本已对曹溪原本有过多少添容。从菏泽禅学如坛语及神会语录等所说与南方宗旨的不同，可以推荐曹溪禅的直显心性，所以分化为菏泽系的寂之直体，无念为宗及洪州系的处内释道而任心的意义。此外，代表江东牛头宗的有觉观论与无心论。顿黄新发现的与就来洪州石头门下所传的怀让、行思、道一、西迁的语录，百丈怀海的广语、越州慧海的顿悟入道要门论、黄祸西运的传心法要等早期禅书做综合的研究，那对禅门的方便摄化、因时因地而演化的趋势，就有相当的线索可以探求。从印度禅到中华禅的演化历程，这些8、9世纪的禅书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研究资料。依据8、9世纪的禅门文献，从事禅史的研究，中国与日本学者都已有了不少的贡献。我不是达摩、曹溪儿孙，
也素无揣摩公案、空谈禅理的兴趣。前年中央日报有谈经为神会所造，或代表慧能的政变，才引起我对禅史的注意。读了胡适的《神会和尚遗集》及胡适文存、胡适手稿中有关禅宗史的部分，日本学者的作品仅见到宇井博寿的《中国禅宗史研究》3卷，关口真大的《达摩大师之研究》、《达摩论之研究》、中国禅学思想史柳田圣山的《中国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对新资料的搜集、处理，对我的研究帮助很大。但觉得有关达摩到会昌年间，也就是从印度禅到中华禅的演化历程，也许我的所见不多，似乎还需要好好的研究。禅史应包含2大部分：禅者的事迹与传承，禅法的方便施化与演变。关于前一部分，首先应该承认，禅者是重视师承的。古代禅者的共同信念，自己的体悟，禅是从佛传来的。重视传承的法脉不绝，所以除中国的历代相承，从佛到达摩的传承也受到重视。达摩禅越发达，传承法统的序列也越迫切。印度方面的传承，达摩门下早已忘了。那时大抵引用《禅经序》、《复法藏因缘传》、《萨婆多部记》而提出印度时代的法统。本来只要的确是达摩传来，的确是佛法就得了，如我父亲的名字、祖父、曾祖、高祖我都知道，但以上可忘了，要考据也无从考起。这有什么关系呢？我还不是列祖列宗延续下来的。但禅者不能这样做，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非要列举祖统不可。那只有参考古典，引用上列3书的传承，或不免误会，如以达摩多罗为菩提达摩，或者发现有问题，就不得不凭借想象，编造法统。祖统或者看作禅宗的重要部分，似乎祖统一有问题，禅宗就有被推翻的可能。其实禅宗的存在与发展，不是凭这些祖统说而发扬起来的。如《宝林传》的撰造，当然曾给洪州门下以有力的支持，然《宝林传》还没有编成，西天28祖说还没有成为定论，如道义门下还有引用50余祖说的江西禅法的盛行，已跃居禅法的主流了。祖统说的逐渐形成，是由于达摩禅的盛行，为了满足一般要求及禅者传承的确实性而成的。正如为了族谱世系的光荣，帝王总是要上承古代帝王或圣贤的。有突厥血统的唐代皇室，也要养潘李老子为他们的祖宗。祖统的传说可能与事实有距离，但与禅法传承的实际无关。中国方面，达摩传会可见于《续高僧传》是没有问题的。会可到弘忍的传承，现存的最早记录，唐中岳沙门氏法如形状，已是7世纪末的作品。弘忍以下，护法士、密护、受法士、密受，当时是没有第3人知道的。
优越的禅者，谁也会流露出独得心法的自信，禅门的不同传承，由此而传说开来。到底谁是主流，谁是旁流，要由禅者及其门下的努力，不是专凭宣传，而是凭禅者的自行化他，众望所归而被公认出来，这就是历史的事实。达摩以来禅师们的事迹，起初都是传说，由弟子或后人记录出来。传说是不免一说的，传说者的意境或派别不同，传说时就有所补充，或有所修正与减消。传说的多样性，加上传说者联想而来的附会，或为了宗教目的而成立新说，也大抵是逐渐形成的，传说更复杂了。从传说到记录，古代的抄写不易，流传不易，后作者不一定抄录前人，或故意改变前人的传说。古代禅者的传记是通过了传说的。部分学者忽视传说记录的多样性，所以或将现有的作品做直线的叙述，虽作者的区域远隔，或先后相近，仍假定后作者是参考前人的，或过分重视高僧传的价值。古代禅者事迹的研究，应该是求得一项更近于事实的传说而已。禅法的方便施设与演变，这应该是禅史的重要部分。佛法禅是什么？经中曾有一比喻，有人在旷野中发现了古道，依古道行去，发现了城邑古王宫殿，于是回来劝国王迁都古王宫殿，在那里丰乐安隐，人民炽盛。这是说佛法是自觉体验的那个事实。佛是发现了，体悟了，到达了究竟的解脱自在。为了普利大众，所以方便摄化，使别人也能到达解脱的境地。从佛祖的自觉境地来说，是一切知识、语言文字所无能为力的。正如发现的古王宫殿，怎么向人去说，即使别人承认那是事实，也并不等于亲身经历的古王宫观。要证实，还得自己去一趟。在这点上，佛法禅不但不是考据所能考据的，也不是理论所能说明的。说禅理，谈禅味，都一样的不相干。然佛法不只是自心体验，宗怎么说也说不了的，还是说了，表示了，叫佛法已成为现实，时空中人间的佛法。指虽不是月亮，但却能引人去注意月亮，发现月亮。所以自心体验的内容，尽管说似一物即不中，却不妨表示出来。语言文字，正说的、反诘的、无意味话也好，默不作声也好，比手画脚也好，都是用为引人入胜的敲门砖。体悟是属于自证的，是不由他教，不立文字与心传的。从引导的方便来说，不立宗主，不开户有，一法不立，也还是接引学人的方便，存在于人间，成为一时代、一地区、一宗一派的禅风。这是可循可靠，可以看出禅在发展中的历史事实。
引人入胜的不同方便，其实是有一定原则的，所以经中形容为古仙人道，一成道，一门，不二门。如想从屋里出去，从门、从窗都可以，打破墙壁，揭开瓦面，挖通地道也可以，而要透过空隙才能出去，却是一条不可逾越的法则。方便的多样性，并不表示自心体验内容的不同。如不理解自觉与方便的相对性，就有已经遗骨的，如禅者发展到不立文字，单传心印阶段，达观引进设想为达摩禅的方便，就是这样，因而不顾史实，否认了4卷楞伽的传授。也有一古一今的，如重视达摩的楞伽经2入4行，听说慧能劝人持金刚经，就以为有了革命，或以为慧能顿禅是别有来源的。禅宗史的研究，必须弄清楚超时空的自心体验、现实时空、历史中的方便演化，才能恰当处理禅宗的历史事实。从达摩、理入的体悟统一、真性，到慧能的自性、原本应位、法性、佛性，南方宗旨的性在作用，达摩门下是一贯的如来藏禅。如来藏是说来浅意，意在深彻，所以如来藏的体验者浅深不一。浅些的类似外道的神我见，会中国师评南方宗旨的话，深彻的是无分别智证的觉诸细论，经说无分别无影像处。从前黄檗希运说，马大师下有88人做道场的马师正演者，只32人，传灯录卷9。曹溪禅的就近深处的者实在并不太多。慧能影像简易直捷，简易直捷是容易通俗普及的，南方宗旨也就这样的兴盛起来了。禅者重自心体验，凭一句教外别传，失心不失骨，对如来经教的本意，自己体验的内容，也就越来越晦昧不明了。会昌以下的中国禅宗，是达摩禅的中国化，主要是老庄化、玄学化。慧能的简易，直指当前一念本来解脱自在、无助，为达摩禅的中国化开辟了通路。完成这一倾向的是洪州，特别是石头门下。达摩门下的不重律制、不重经教、不重他力，是禅者的一般倾向。即心即佛，无修无证，是大乘经的常谈。菏泽下的无助之知，洪州下的作用见性，也还是印度禅者的方便。达摩禅一直保持其印度禅的特性，而忠于中国化，主要是通过了融摄了牛头禅学。老庄的道以虚无为本，玄学者如此说，为近来深入人心。近世难移，玄学也就以江东为重心。中国佛教的博兴，得力于般若空义，与当时的玄学早已保持某种关系。佛法流行于中国，多少适应中国文化，原是应该的，也是免不了的。所以中国佛教除印度传来有严密的理论与制度的，如戒律、毗昙、真谛与玄奘的唯识、
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的。不过禅在中国化的最彻底而已。牛头禅的标志是道本虚空，无心未到，被称为东夏之达摩的牛头出祖法融，为江东的般若传统本来无，从舍山而茅山，从茅山而牛头山，日渐光大的禅门。牛头禅与江东玄学非常的接近。牛头宗的兴起是与即心是佛、心净成佛、印度传来达摩下的东山宗相对抗的。曹溪慧能门下就有受其影响而唱出即心是佛、无心未到的折中论调。无情成佛与无情说法也逐渐侵入曹溪门下。曹溪下的清源、石头一系与牛头的关系最深，当初是被看作统一、泯绝无际宗风的。曹溪禅在江南会昌以后，江南几乎全属石头法系，容摄了牛头，牛头禅不见了。曹溪禅容摄了牛头，也就容摄老庄而成为绝对呵毁、分别之事，不用造作，也就是专重自利、轻视利他事行的中国禅宗。达摩禅道四祖道信而隆盛起来，经道信、弘忍、慧能的先后弘扬，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道信、弘忍、慧能都有卓越的方便，但这是继往开来、地善演化而来的。禅门的隆盛引起了对立与分化，如牛头与东山的对立，南宗与北宗的对立，洪州与菏泽的对立。在发展与分化的过程中，又统一于江南的曹溪流派，这就是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本书所着眼的是从印度禅演化为中华禅。印度传来的达摩禅，从达摩到慧能，方便虽不断演化，而实质为一贯的如来藏禅。慧能门下发展在江南的，逐渐的面目一新，成为中国禅，那是受到牛头禅，也就是老庄化的影响。在中国禅宗史中，牛头禅有其不容忽视的特殊意义。我不是禅史或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专究者，不想做充分具体的阐明。本书仅揭出其重要关键，奉献于研究禅宗史的学者。民国60年2月18日，应顺序于嘉义之妙云兰若。中国禅宗始目次序。中国禅宗始目次。第1章菩提达摩之禅。第1节达摩传与达摩论。达摩及其传说。达摩论。第2节达摩与楞伽经。楞伽禅的传承。达摩与求那跋陀。楞伽与如来藏说。第3节达摩门下的传弘。达摩禅的传承者。慧可门下的分化。道宣所见的达摩禅。第2章双峰与东山法门。第1节达摩禅的新时代。10的适宜于达摩禅的开展。黄梅的门庭诗社。第2节道信与入道方便。道信传。道信禅门的纲领。
一行三昧，入道安心要方便。第三节弘忍东山法门。弘忍传东山法门修心要论，弘忍的10大弟子。第3章牛头宗之兴起。第1节什么是南宗？南宗的意义。南宗与南中国精神。第2节牛头宗成立的意义。牛头6祖的传承，牛头宗的形成。第3节牛头法融的禅学，有关法融的作品，牛头禅的根本思想。第4章东山法门之红布。第1节东山宗分头红布，慧能的摩诃般若波罗蜜与无相界，神秀的5方便，敬重的3句用心，宣实的传香念佛。第2节东山门下的种种香，戒与禅，金刚经与起信论，一行三昧与禅，念佛静心与静心念摩诃般若，只是问义与救世通经。第5章曹溪慧能大师。第1节慧能年代考，生卒年代，得法与出家开法的年代。第2节从诞生到黄梅的法，早年事迹，不识字，复法，传衣，坐骑诚心。第3节南归与出家，大禹领夺法，5年法难，出家与受戒。第4节行化40余年，从广州到韶州，得因远播。第5节入灭前后，末后的教戒，入灭。弟子的到处弘化，南北对抗中的插曲。第6章坛经之成立及其演变。第1节坛经的主体部分，东山门下的开法传禅，坛经的原始部分。第2节敦煌本坛经的成立，菏泽门下的坛经传宗，南方宗旨，坛经的初期流变。第3节坛经的变化，组织与内容的变化，名称的变化。第7章菏泽神会与南宗。第1节神会的一生，生卒年龄考，参学生涯，南宗顿教的传布，为法的挫折与成功。第2节有关神会的著作，南洋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谈语，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洋和尚问答杂真义，顿悟无生般若颂。第3节南顿北渐。第8章曹溪禅之开展。第1节曹溪流派，中原的菏泽宗，江南的洪州宗与石头宗，剑南的宝堂宗。第2节禅风的对立，直说与巧说，随相与破相，尊教与慢教，重定与轻定。第3节南宗顿教的中心问题，坛经顿煌本的中心思想，菏泽宗所传，宝堂的禅学，洪州石头所传。第4节曹溪的直指见性，
见性成佛，直指心传。第9章诸宗抗护与南宗统一。第1节牛头禅的蜕变。牛头禅的兴盛。夷则的佛窟学。第2节洪州宗与石头宗。禅宗的见解。禅者的风格。第3节从对立到南宗统一。宗与宗的对立。众流会归于曹溪。第1章菩提达摩之禅。第1节达摩传与达摩论。菩提达摩为中国禅宗公认的东土初祖。达摩到中国来，对当时的中国佛教并没有立即引起大影响，然正像播下一颗种子一样，一天天茁壮繁衍起来，终于荫蔽了一切。我们不能用后代禅者的眼光去想象达摩，却绝不能轻视达摩。达摩禅所代表的真正意义，以及对中国佛教的深远影响，应该是研究中国佛教、理解中国禅宗的重大课题。达摩及其传说。菩提达摩的传记随禅法的发展而先后及派别的传说不同，这是宗教界常见的现象，不足为奇。有关菩提达摩的早期传记，有杨炫之西元547请作的《洛阳伽蓝记》，简称《伽蓝记》卷1，大正51100中，谭林约585簇的《略变大乘入道4行集序》，大正851284下1285中，道宣667簇续高僧传，此下或简称续僧传卷16，菩提达摩传，大正50551中下续僧传的达摩传，主要是根据前2书的略增加一些其他的传说而成。菩提达摩，简称达摩，在后代禅者的传说中也有不同的名字。神会762簇的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此下简称南宗定是非论，也是称为菩提达摩的。神会以禅经序来证明菩提达摩的传承，如神会和尚遗集，此下简称神会集，依民国57年新印本294、295所说，神会是以禅经序的达摩多罗为菩提达摩的。因为这样，在传说中或称为菩提达摩，或称为达摩多罗。774请作的历代法宝记就综合而称为菩提达摩多罗。这是传说中的混乱糅合，并非到中国来传禅的菩提达摩有这些不同的名字。菩提达摩与达摩多罗被传说为同一人。达摩多罗或译为达摩多罗，菩提达摩也就被写为菩提达摩了。Dharma 古来因译为达摩或檀摩，译为达摩是始于宋元嘉430前后年间译出的《杂阿毗昙心论》。《杂阿毗昙心论》是达摩及檀摩多罗法救论师造的。檀摩多罗论师与达摩多罗禅师也有被误作同一人的，如梁僧佑518簇出三藏记集卷12萨婆多部记目录序所载，北方长安齐公寺所传
人作檀摩多罗禅师，而僧佑南方救济所传53人中，就写作达摩多罗了。大正5589上90上。神会在北方还写作达摩多罗与菩提达摩，而神会下别系与东方有关的七八遗传、曹溪别传就写作达摩多罗。洪州马大师门下801所传与江东有关的双峰山曹侯西宝林传，此下简称宝林传，就写为菩提达摩了。从此菩提达摩被改写为菩提达摩，成为后代禅门的定论。达摩而改写为达摩，可说是以新义来改正旧义。然从传写的变化来看，表示了南方禅的兴盛胜过了北方，南方传说的成为禅门定论。达摩的故乡迦兰记作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谭林续作西域南天竺国人，是大婆罗门国王第三子。胡与婆罗门梵在隋唐的佛教内部有严格的区别，但在一般人每习惯地称天竺为胡，所以西域胡人、西域天竺婆罗门种不一定是不同的。在中国史书中，地名相近而被译为波斯的不止一处。波斯，古代安息国地方，这是一般最熟悉的。迦兰记卷5口家宴，搭与奢弥间有名为波斯的小国，大正511-019下。在南海中也有一位波斯的国家。费朗，南海中之波斯，考定南海中而名为波斯的有二，一为今缅甸的 Pathé， 一为今苏门答腊东北岸的 Pathé。见冯承君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亦从续编。意为波斯的地方是不止一处的，我们也不知南天竺有没有与波斯音相当的。据常情而论，谭林为达摩弟子，比杨炫之的传闻得来，应该要正确些。续僧传以来，都是以达摩为南天竺人。从达摩所传的禅法来说，南天竺也是更适合的。达摩的生卒年代传记不明。续僧传有不同的传说，如达摩传说由化为物，不测所终，而慧可传却说达摩灭化若冰。慧可传所说应是道宣所得的新资料。续僧传卷16慧可传大正50552上说，达摩灭化若冰，可以埋行何寺。而西怀嘉玉传习方机，使其道俗来仪，请从师范。后以天平之初，北救新业，盛开立院。慧可是达摩弟子，在达摩入灭后，曾在何寺、黄河边、弘化、天平年间才到新业去。当时迁都邺城，故城在今河南临漳县西，是天平元年534。所以从达摩入灭到慧可去邺都，应有数年的距离。达摩入灭大约在530年起。达摩曾赞叹有名大寺，大寺是建于西平元年516，永熙3年534，为雷火所毁的。
当时达摩自云150岁，如传说属实，那达摩可能达150多岁的高寿。达摩从海道来中国，由南而北，这是一致的传说。谭林续范说，远涉山海，游化汉魏。汉与魏就是当时的南方与北魏。续僧传却说得更具体，初达宋晋南越，末又北渡至魏。随其所指，会以禅教。最初到达中国时代还是刘宋420、478，登陆的地方南越为今海南岛的对岸地方。达摩在478年以前早就到了中国，末了才过江到北魏。那在江南一带，达摩应有一长期的逗留。达摩在北魏游化松落，嵩山少林寺是魏文帝496为佛陀禅师造的。传说达摩也曾在少林寺住。达摩在北魏传禅的情形，如谭林续说，王心、寂寞之事，莫不归心，取香，存见之流，乃生讥谤。一开始，达摩禅就显得不平凡。能深得达摩宗旨的，当时唯有道育、慧可二沙门。道育与慧可亲近达摩的时间不会太久。如续说，信奉法师是之数载，法师感其精诚，会以真道。续僧传作寻亲视之，经4、5载，感其精诚，会以真法。然慧可传说，奉以为师，必命成旨。从学6载，经究一成。大抵经过了5、6年，才得达摩真法的传授，这主要是达摩弟子谭林的传说。北宗杜窟713请作传法宝记，说师事6年，智取通悟，密以方便开发，顿令其心直入法界。然4、5年间，严循文诏，以人家经授可曰，无关汉的化道者，为与此经相应。杜窟依旧有的资料，而解说慧可亲近达摩6年，然后得法悟入。未悟以前，达摩就以人家经来化道，所以说4、5年间严循文诏，4、5年经究明彻。杜窟是这样的会通了4、5载与6年的一说，也会通了传授人家与离言顿入的传说。早期的传说就是这样，面壁9年之类，那是后期的传说了。菩提达摩的传说，因达摩禅的发达而增多起来。有的是传说，有的是附会，也有是任意的编造。这里只略述以说明传说的意义。可看作源于黄梅，可能更早些的传说有3、一传法宝记，说达摩6度被毒，最后是受毒而是陷入灭的。2传法宝记说，宋云从西域回来，在葱岭见到了达摩。达摩的门人开棺一看，原来是空的。3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6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此下简称坛经，说梁武帝见达摩，问造4度僧有无功德。这3项传说中，
前后二项可能有多少事实依据的。宋云去西域是神龟元年518，正光元年520回来，那时达摩正在北魏传禅，所以宋云在葱岭见到达摩是不符事实的。这只是续僧传由化为物莫测所中的新构想。达摩死了，其实是回去了，又在别处见到，这是中国道教化了的神话。菏泽宗所传的仪六度被读，指明是菩提流支与光统三藏的陷害。二宋云见达摩手里提一只鞋子，开棺只见一只鞋，于是有织履西归的动听故事。历代法宝记、775请坐等传说，依神会门下所说，是依传法宝记而有进一步的传说。三见梁武帝问答有没有功德。四达摩是灭，葬在熊耳山，梁武帝造碑。五历代法宝记说，达摩在来中国之前，先派了2位弟子佛陀、耶舍来请的，但受到病逐。佛陀等到庐山，见到远公，译了一部《禅门经》，这是影射佛陀跋陀罗的事。神会以为菩提达摩就是《禅经序》中的达摩多罗。达摩多罗与佛大仙同门，佛陀跋陀罗是佛大仙弟子，这才有达摩派佛陀来的传说。然佛陀跋陀罗409、429来中国，在410年请，约50岁。那时达摩即使以150岁高寿来计算，也不过30岁，佛陀跋陀罗怎么会是达摩的弟子呢？这只是为了证明禅法的传承而附会的故事。洪州宗的《宝林传》801座对上来的传说，除佛陀、耶舍来化外，一概都继承下来。宝林传以为达摩是梁大同2年536，也就是魏太和19年世纪的。当时梁昭明太子做祭文，遥祭达摩。太和19年495，根本不是大同2年，而昭明太子早在中大通3年531 4月去世了，祭文当然是伪造的。又说，过了3年，梁武帝听说宋云回来，见到了达摩，这才为达摩造碑。不知宋云回国，早在正光元年520。这些不是传说，不是附会，而是任意的伪造。到了祖堂集952，又增多了梁武帝与达摩阔然无甚的问答。对当时10世纪的禅师来说，这是一则好公案。然将这则公案作为达摩与武帝的问答，那又不免是脱骨造新了。达摩论。杜窟传法宝记说，今人见或有文字称达摩论者，盖是当时学人，遂自得语以为真论，疏而保之，亦多谬也。若夫超物相成者，既得之于心，则魔所容身矣，何言与文字错其间哉？杜窟大概是法如的弟子，他虽不是曹溪门下，却是一位离其经论，习其言语，秘传心印，
顿令其心直入法界的禅者。当时流行的达摩论，杜枯以为这是达摩的学人凭自己所能理解而写下来的，不能代表达摩的心传。这是不错的，古人的记录总是凭自己所能理解的记录下来，多少会有出入的。然达摩禅即教悟宗，杜枯是离教明宗的，是不能不以语言来教导的，学者多少记录下来，到底也知道当时所说的部分与大概，比之晚唐禅者的任意创作、阔然无甚之类，还是确实的多。道宣已见到谭林所记的二入四行，达摩传引述了以后，又说摩以此法开化为土，实心之事，重奉归物，录其言告，卷流于世。与杜枯同时的净觉720请作《楞伽师资记》也引述了大乘入道四行，然后大正851-285中说，此四行是达摩禅师亲说，余则弟子谭林记师言行，集成一卷，名曰《达摩论》也。菩提师又为作禅众，是楞伽要义一卷，亦名《达摩论》也。此两本论文，文理圆净，天下流通。自外更有人伪造《达摩论》3卷，文繁理散，不堪行用。净觉所说的大乘入道四行，是达摩亲说的。谭林记达摩的言行，就是二入四行前的那段叙述。这部达摩论即使不能代表达摩的心传，也还是有事实根据的。楞伽师资记、续僧传简略些，仅得传灯录，此下简称传灯录等都有引述。如楞伽师资记所引大正851-284下1285中说，略辩大乘入道四行弟子谭林序。法师者，西域南天竺国，是大婆罗门国王第3之子。神会疏朗，闻皆小物，原作物。至存摩诃眼道，故舍宿从资，少龙甚种。明心虚记，通鉴世事，内外俱明，得超世表。悲毁边国政教灵替，遂能远涉山海，游化汉魏。王心寂寞之事，莫不归信，取相存鉴之流，乃生讥谤。于时唯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门年虽后生，原作且至高远。幸逢法师，视之数载，前功资起，善蒙师矣。法师感其精诚，会以真道，如是安心，如是发行，如是顺悟，如是方便。此是大乘安心之法，令无错谬。如是安心者，闭关；如是发行者，四行；如是顺悟者，防护机前；如是方便者，遣其续僧传，作教令，不着。此略序所由，亦在后文。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谓即教悟宗。生性繁盛，此二字准别本应山，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成妄复，不能显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闭关，无自无他，凡圣等一，
坚著不移，更不随于言。续僧传作他教，此即与真理名符原作状物无有分别。既然无谓明之理入，行入者所谓四行，其余诸行悉入此行中。何等为四行？一者报怨行，二者随缘行，三者魔所求行，四者称法行。云何报怨行？修道行人若受苦时，当自念言：我从往昔无数劫中，弃本逐末，流浪诸有，多其怨憎，为害无限。今虽无犯，是我宿殃恶业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见与。甘心忍受，都无怨诉。今云逢苦不忧，何以故？实达本故。此心生时与理相应，体愿尽道，是故说言报怨行。第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并愿业所转，苦乐其受，皆从缘生。若得胜报荣誉等事，是我过去宿因所感，今方得知。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喜风不动，名顺于道，是故说言随缘行。第三魔所求行者，世人常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智者悟真，理将俗反，原作即安心无畏，行随运转，万有司空，魔所愿乐。功德黑暗，常相随逐。三界久居，犹如火宅。有生皆苦，谁得而安？乐达此处，故于诸有习想无求。今云有求皆苦，无求乃乐。判之无求，真谓道恒。第四称法行者，性尽之理，目原作因之为法。此理众相思空，无染无遮，无此无彼。今云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牵，于生命财，缘物作，则行谈舍失，心无吝惜，达解三空，不疑不着，但未去垢。摄化众生而不取香，此为自利，复能利他，亦能庄严菩提之道。谈度继耳，余度亦然。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魔所行，是谓称法行。谭灵是达摩弟子，但不是专心禅会的禅师。经录所说，从北魏正光6年525起，到东魏武定元年543止，谭灵一直在参与佛陀善多菩提流支瞿昙般若流支的一场，担任比受的工作。他是重视经教的法师。据《续僧传》卷16慧可传说，在周武毁佛法时，574、577，谭灵与慧可共护经论。谭灵为贼夺去了一臂，人称无臂灵，慧可曾护视他。慧可与谭灵是同学，是有深厚友谊的。谭灵在叶都讲圣蛮经，并治文义，以上见大正50552中。嘉祥的圣蛮经宝窟也曾引用灵公说，圣蛮经与楞伽经法义相近，也是4卷，
楞伽经的译者求那跋陀罗所译的。坛灵与慧可的年龄相近，达摩为道育，慧可传授大乘安心之法，由坛灵记述下来是非常适合的。达摩所传授的具体而明确。入道是去入菩提道，道是道路方法。大乘道不外乎二入，理入是物理，行入是修行。入道先要见道，悟入地理。佛法不只是悟了，悟是属于见理的，还要本着悟入的见地，从实际生活中实际事行上去融也，消除无始来的积习，这叫修道。修道究竟圆满，名为无学道。楞伽经说，顿现无所有清净境界，是顿入的见道。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是见非顿，是修道。经说与理入、行入的意趣相合。理入是即教悟宗，宗是楞伽经说的自宗通，是自觉圣智的自证，但这要依教去悟入的。什么是即教？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课程妄复，不能显了，这是如来藏性说。依此如来藏教说的深切信解，发起舍妄归真的意乐，从明住闭关去下手。闭关从来一说分于传灯录卷3附注说，为二祖说法之教曰：外习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大正51219下，闭关可能就是心如墙壁的意思。黄檗禅师晚灵录大正48386下说，心如顽石头，都无缝下，一切法透汝心不入，悟然无着，如此是有少分相应。百丈也说，心如木石，魔所辨别，物如鱼如龙相似，稍有轻分。大正51250上中，这都是闭关的意义，是明心、安心、住心的譬喻。从依言教的闻而思，到不依言教的思而修，与真理明符，无有分别，既然无畏，就是如智不二的般若现证。理入是见道，是成圣，依大乘法说，就是分正成佛。然而悟了还要行入发行。前三行识顺悟称法行识方便，这都是从实际的事行去进修，而不是从心性去解说的。前三行识对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苦的进修。修道者是人，是生活在人间的。无论是个人，是佛教，都要着重人与人的和谐，所以佛的律制特别重视息事积贤。悟道者不是畜生旷野，静观万物皆自得，自得其乐就好了。人是生活在人间的，要本着自悟的境地，无怨憎，不骄耻，不贪着，而做到自他无碍，皆大欢喜。这是防护积贤的顺悟，也就是不为世俗，恒顺众生，从克己中去利他的。称法行识方便，以无所得为方便而行六度。行菩萨大行而魔所行，摄化众生而不取众生相，
三轮体空，从利他中消融自己的妄想习气。这样的处世修行，才能真的自利利他，才能庄严无上菩提。达摩从印度来，所传的教授精要简明，充分显出了印度大乘法门的真面目。中国的禅者虽秉承达摩的禅法，而专重理入，终于形成了偏重理悟的中国禅宗。据谭林说，这一教授达摩是以此开示道育慧可的。这一教授宗与教深信含生同一真性，是《楞伽经》所说的。前三行所引的经文都出于《阿含经》及法句，称法行所引的经云是《维摩诘经》。三空是三轮体空，是《般若经》义。维摩诘经及般若经都是江南佛教所特别重视的。达摩传楞伽的如来藏禅，而引用般若与维摩诘经，可能与达摩的曾在江南留住有关。楞伽师资记说，还有一部12-3指的是楞伽要义，现引一师。从前传入日本的有大乘楞伽正宗诀一卷，也许就是这一部。当时还有被认为伪造的3卷本《达摩论》，内容不明。现在被传说为达摩造而流传下来的也还不少，其中如破相论、义名、观心论、觉观论、信心名，这都可证明为别人造的。现存的悟性论、邪脉论等为后代禅者所造，没有标明造论者的名字，这才被误传为达摩论了。达摩在中国的名望越大，附会为达摩造的越多。道藏有达摩大师注释流行内心妙用诀一卷，达摩被传说为长生不死的仙人了。世俗流传有达摩易筋经、达摩易掌经，达摩竟被传说为武侠占卜之流了，这真是圣明之类。第2节达摩与楞伽经，楞伽禅的传承。达摩来中国传法，开示道育与慧可的教授，如谭林所记。在达摩传法中，附有楞伽经的传授，如续僧传卷16慧可传大正50552中说，初达摩禅师以4卷楞伽授可曰，我观汉的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达摩传授4卷楞伽的意义，也许学者们看法不同，而当时有4卷楞伽的传授是不容怀疑的事实。如达摩论的即教悟宗，宗与教对举，就是出于楞伽经的。慧可传又说，那满等师常积4卷楞伽以为心要，随说随行。那是慧可的弟子，满是那师的弟子，达摩第3传与道宣同时。这一传承都是依楞伽而随说随行的。在依后代禅者所熟知的禅师来说，达摩禅到了4祖道信，开始一新的机运。然道信所传的禅法，还是依楞伽经的，如所至入道安心要方便说，
我此法要依人家经诸佛心第一，大正8512886下。五祖弘忍在廊壁上想化人家辩谈经。人家师资记说，弘忍有10大弟子，其中神秀论人家经玄理通快，大正8512889下。张说所作荆州玉泉4大通禅师非名，并序也说神秀持奉人家，地位心要，全唐文卷231。弘忍的另一弟子玄泽叙述达摩以来的师承法要，作人家人法志。玄泽弟子竟觉依人家人法志而作人家师资记。达摩禅的传承是被看作人家禅之传承的，所以早期的灯史如传法宝记、人家师资记在序言中都引证了人家经文。弘忍弟子曹溪慧能的法门实际上也还是人家的如来禅。慧能的在传弟子道一更明白的大正51246上说，达摩大师从南天竺国来，攻至中华，传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开悟。又引人家经文，以应众生心地。恐汝颠倒，不自信此心之法个个有之。故人家经语，佛语心未宗，无门为法门。不自信此心之法个个有之，就是达摩论所说深信含生同一真性。而佛语心未宗也是继承道性的诸佛心第一。所以达摩禅的师资相承，要确认这一人家禅的传统，然后对时的推移、不同适应而展开的新姿态，才能有一完整的、通贯的认识。达摩与求那跋陀，人家经共有3译，一宋元嘉20年443，求那跋陀罗译，名人家阿跋多罗宝经4卷。2魏延昌2年513，菩提流之译，名入人家经10卷。3唐九世元年700，时叉难陀译，名大乘入人家经7卷。达摩到北魏传禅时，10卷本人家已经译出。达摩不用当时当地译出的10卷人家，而用江南译出的4卷本，这当然由于达摩从南方来，与江南的4卷人家有关系了。从西竹来的大德，起初都是不通华文华语的，如要弘传经法，由自己传译出来，否则只能泛传大要了。达摩从天竺来，却传授译为华文的4卷人家，这是非长期在中国通晓华文不可的，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续僧传说，达摩初达宋晋南越。达摩早在宋代引到了中国，那末4卷人家的传授也就不觉得奇突了。求那跋陀罗译为功德贤。高僧传卷3有传，大正50344上345上传中美简称为跋陀。跋陀是中天竺人，也是从南方海盗来的。元嘉12年435来中国，太史4年468去世，春秋75。
在僧传中，跋陀是一位易经三藏，西来的大德都是以传法为重的，为了传法，所以要传译。也有适应时众的需要而传译的，如佛陀跋陀罗本是禅师，但到了江南，成为华严经等大量经律的传译者。一般来说，所传译的与自己所宗的是有关系的。跋陀三藏所译的《出三藏记集》卷2，共13部，73卷，开元释教录作52部，134卷。重要的有圣蛮师子吼译成大方便方广经1卷，楞伽阿跋多罗宝经4卷，央觉摩罗经4卷，大法鼓经2卷，相续解脱的波罗蜜了义经1卷，第一义五相月集1卷，杂阿含经50卷，众释分阿毗昙论12卷。前4部是如来藏法门。相续解脱的波罗蜜了义经第一义五相月集是解生密经的初译，后2部是声闻经论中最根本的。从所译的教典而说，跋陀是以如来藏唯心大乘为主，以声闻经论为注的。这一风格与流支、真谛、玄奘相同。但跋陀的时代早些，跋陀是南天竺的如来藏说，而流支、真谛、玄奘重于北方的阿赖耶说。在佛教思想史上，这是大有区别的。跋陀三藏在中国30多年，435、468。如果达摩530请去世而寿长150多岁的话，那跋陀在华的时代，达摩为55岁到98岁。达摩初达宋境，以4卷楞伽印心，达摩是有物见跋陀，并承受楞伽法门之可能的。在达摩禅的传承中，弘忍门下就有这一传说，如楞伽师资记大正851284下说，为朝三藏法师菩提达摩成求那跋陀罗三藏后，达摩继承跋陀，是本于古禅训的求那跋陀罗禅师，以楞伽传灯，起自南天竺国，名曰南宗，次传菩提达摩禅师。道宣的达摩初达宋境，也暗示了这一消息。但在中国禅宗的传承中，跋陀三藏的地位被遗忘了。这因为传说达摩禅师以心印心，不立文字。如杜窟传法宝记说，达摩之后，师资开道，皆善以方便取证于心，密以方便开发，顿令其心直入法界。杜窟以为达摩门下的师资开道是方便开发，不用文字的。对传说中的楞伽传授解说为以楞伽授可曰无关汉的化道者，为以此经相应。学徒有未了者，乃手传数遍，云作未来因也。楞伽经在达摩禅中只是出方便，不是所传的法门。楞伽经不受重视，楞伽经译主跋陀的地位当然被忽略了。就现有资料来说，
杜枯没有说达摩是继承谁的，却开始引用了禅经序的传承说，高唱顿禅的神会，进一步的以菩提达摩与禅经序的达摩多罗相结合，到了宝林传才修正编定为西天28祖说，达摩是直承天竺的，跋陀的地位完全被遗忘了。直到宋初，法眼宗的有名延寿904-975对求那跋陀与达摩还承认其关系，如宗镜录卷100大正48953上说，跋陀三藏云：理心者，心非理外，理非心外，心即是理，理即是心。心理平等，明之为理，理照能明，明之为心。觉心理平等，明之为佛心。跋陀就是人家一主。理心说与人家师资记求那跋陀罗三藏说相合，大正851284中。又宗镜录卷98大正48942上中说，佛陀禅师语即教明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凡圣一路，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明服，既然无畏，名为理入。这是谭林所记的达摩为道育慧可开示的教授，但宗镜录作佛陀禅师说，佛古读众纯音，佛陀与跋陀相同。据延寿所传，应古有此说，达摩所说原是出于佛陀禅师的教诲。这是古代的传说，达摩与跋陀三藏有传授的关系。4卷人家印心是跋陀三藏的传授。人家与如来藏说，人家法门的传弘，禅师们重在自觉圣智与宗通，如传法宝记说，修多罗说，菩萨摩诃萨独一境处，自觉观察，不由于他，离见妄想，上上深进，入如来的，是名自觉圣智。修多罗所谓宗通者，为源自得圣境，远离言说文字妄想，去无漏界自觉的自相，远离一切虚妄觉相，降伏一切外道众魔，缘自觉去光明挥发，是名宗通相。人家经法身与化身说不同，法佛事自觉圣所愿境界建立师作，化佛事说师界忍分别观察建立，大正16486上。这2类就是宗通与说通。宗通是自证的，说通是言说的。这本是教法与正法一切佛法的通义，而人家经着重于2类的区别，对机的差别，而重视宗通的自证。如人家经大正16说，言说别施行，真实离名字，分别应出业，修行是真实。真实自悟处，觉想所觉离，此为佛子说，愚者广分别。484下485上。我谓2种通，宗通及言通。说者受同盟，宗谓修行者503上中。教说明相安立是初学的、启蒙的、自证离文字的宗通，是真实的，为修行者的。
禅者着重于宗的去路，为后代宗门教下说所本。楞伽经的宗与教本有二类不同，一是三圣共的，一是大乘不共的。所以宗通与自觉圣智是二圣所共的，不能证明为大乘，不要说最上乘的。不过中国禅者是从来不注意这些的。修正有小乘与大乘，或三圣与一乘的区别在那里？就大乘法说，如宗密所举的习妄修心、泯觉无记、直显心性，区别都在见地上。依印度大乘法说，有为实见，依他起，非实有全无，许灭解脱故，尽于习妄修心，中关键主要为即魔所著，尽于泯觉无记。也有说理成如幻的，还有藏性见即就近显实，或直显心性宗。以楞伽印心达摩所传的禅法，本质是如来藏法门，如来禅就是如来藏禅。如来藏法门弘通于由东而南印度，阿赖耶缘起说弘通于由西而北印度。个别的发展而又结合起来的是圣蛮经开端楞伽经的如来藏藏实心。但中国禅者并不注意楞伽经的赖耶缘起说，而重视圣智自觉的如来藏性。楞伽经卷1有关于如来藏的问答，如大正16489上中说，大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修多罗说，如来藏自性清净，转32相入于一切众生身中，如大架宝垢衣所缠。如来藏常住不变，亦复如是，而因介入垢衣所缠，贪欲慧痴不实妄想尘劳所污，一切诸佛之所演说。云何世尊同外道说我言有如来藏耶？世尊，外道亦说有常作者，离于求那，周遍不灭。世尊，彼说有我。佛告大慧，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开引记我诸外道故，说如来藏。大慧，为离外道见故，当依无我如来之藏。又楞伽经卷4大正16510中下说，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世尊更为我说。因介入生灭，彼无有我，谁生谁灭？愚夫者依于生灭，不觉苦尽，不识涅槃。佛告大慧，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能变心造一切去生，譬如继而变现诸去，离我所。不觉彼故，三缘和方便而生。外道不觉，记住作者。为无使虚伪恶习所虚，名为实藏，生无名著的语70句。如海浪声长声不断，离无常过，离于我论，自性无垢，毕竟清净。此如来藏藏实，一切声闻缘觉心想所见，虽自性净，客成复故，犹见不净，非诸如来。大慧，
如来者现前境界，犹如掌中是阿摩勒果。楞伽经的性质是对佛法的各种问题给予明确的抉择。如上所说第一则，如来之藏，过去已在经中说过了，听起来与外道、奥义书等所说的我差不多。外道的我 Atman 也是常住的、周遍的、离相、求那，是得相的，是作者，生死流转中的造作者。如来藏 Tathagata Garbha 的藏是胎藏，自性清净具足32相好的如来，在一切众生身中本来具足，如胎藏一样，为妄想课程所缚，而本性清净，如摩尼珠在会处一样。众生身中的如来藏，岂非与外道的我一样吗？佛的意思是，方便地说为如来藏，那是为了要摄化指我的外道。如不这么说而说无我，就不能诱导他来归向佛法。其实如来藏是约离妄想无所有境界而方便说的，所以应知是无我的如来之藏。第二则，大会的为众生起疑问是，众生是五因六界六入的和，这一切是无我的，生灭无常的。阿含经中观者、为实者以来都这样说。如一切是无常的、无我的，那怎么能成立生死相续？一切是无常无我，那也不可能有苦尽而证的涅槃的常乐。对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所引起的疑难，在佛教小乘、大乘中极为普遍。对听闻无常、无我而不能成立流转与还灭的根基，佛就说如来藏。如来藏能变心造一切去生，就依之而有生死。离无常过，如来藏是常住的；离于我论，如来藏是无我的，自性无垢，毕竟清净，所以离却妄想尘劳，就能解脱常乐，这就是依之而有涅槃。如来藏是二圣智慧所不能见，十住菩萨也还见而不能了了，而为是如来所圆证的。如来藏，或名如来界，或亦谓如来性，或名佛性、自性清净心等。此界为生死流转与涅槃还灭的根本一。古人的解说不必相同，然如来藏说的特征是明白可见的，资略引述经如下：大方等如来藏经，一切众生贪欲慧痴诸烦恼中，有如来智、如来眼、如来身，皆跏趺坐，俨然不动。善男子，一切众生虽在诸趣烦恼身中，有如来藏，常无染污，得相备足，如我无异。大正16457中下。无上一经卷上，一切众生有因介入圣香种类内外所现，无始时节相续流来，法而所得至明妙善。是如来界无量无边诸烦恼，故合家卵之所隐蔽，随生死流，飘眉六道，无始轮转。我说明众生界，大正16469中下。大法古经卷下，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无量相好庄严照明。
以彼性故，一切众生的般涅盘。诸烦恼藏覆如来性，性不明净。若离一切烦恼云覆，如来之性净如满月。大正9297中。不增不减经，即此法身，如来藏别名，过于恒沙无边烦恼所缠，从无始世来，随顺世间，波浪漂流，往来生死，名为众生。大正16467中。大般涅盘经卷7，我者，即是如来藏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意。如是我意，从本以来，常为无量烦恼所缚，是故众生不能得见。大正12407中。大方广佛华严经卷35，宝王如来性起品，如来智慧，无相智慧，无碍智慧，具足在于众生身中。但愚痴众生颠倒想覆，不知不见。大正9624上。达摩开示道喻，会可说，深信一切含生同一真性，但由客成妄覆，不能显了，却为如来藏的教授。如来藏说在经中，浅深不一。通俗些的，如来相好庄严，在众生身中本来具足，与神我说是非常近似的。这比之无者系的为实所现说，龙树系的一切皆空说，却是容易为一般人，特别是有神我信仰的所信受的。从前南印度毗的耶奈迦罗地方，如来藏经的寄诵，连童女们都会讽咏呢。四本晚雅译，印度佛教史139。第三节达摩门下的传弘。达摩禅的传承者，坛林所记，道玉、慧可二沙门受达摩真法的教诲。坛林也是达摩弟子，但他是一位讲师，所以一向没有列入达摩禅的系统。道玉的传记不明。慧可，一作僧可的事迹，续僧传卷16，慧可传，大正5055以下552下，有出入与补充的2部分。初传说，慧可是虎牢，今河南省高县西北人，外览分所，内通藏典，是一位博通世学及佛法的学者。到了年登40，在松若会到了达摩，一般传说在嵩山少林寺。于是奉以为师，必命承旨，从学6年，经究已成。慧可是名学者，去从不谈学问的达摩学，所以一时令忘，咸共非之。等到达摩入灭，慧可开始弘法。534年，国家迁都邺城，慧可也到邺都去。那里有一位道恒禅师，徒履千骑，大抵是佛陀或勒那摩提的门下。道恒对慧可所传的情事无忌的达摩禅，只为魔语与官府勾结，迫害慧可，几乎死去。从此，慧可的风格变了，如说：可乃从容顺俗，实惠轻柔，乍脱淫摇。或因情事成态，或作福横抱且歌，或作头凡无。文意隐约不明，也许传说中的慧可、道宣为贤者会而不便明说。大概是慧可经这一番波折，知道大法不易宏通，
所以改取顺俗和光的态度。有时以吟谣，似诗非诗，似伎非伎而可吟唱的，来表达清新的禅境，或者因情事而太除旧有的怀抱、写歌或写口的意义，不是写的繁无，就是写的简略而不易明白。道宣对慧可的境遇非常同情，特别是簇无容寺没有光大法门的传承者。慧可晚年的顺俗生活历代法宝记说他阳狂，宝林传说后而变形，复亦寻常或为人所译，使中华大藏经一集32843下。道宣得到了新资料，补充说疑慧可与向居士的书记问答。二，在五洲灭法时，慧可与谭林法师共护经像。三，谭林施弊，说到慧可也施一弊，为贼所着，但慧可能以法御心，不觉痛苦。四，慧可有弟子那禅师，那有弟子慧满与道宣同时。那师与满师都是以人家经为心要的，这是修正了末续簇无容寺的前说。道宣到末后又得到可师门下的资料，载于卷25附编法冲传。有关达摩门下的事情，道宣也知道的不多，一而再的补充，并不等于完全了。论理，道宣所传不能看作唯一的资料。慧可的年龄，历代法宝记说107岁，宝林传也说107岁，而计算不同，错误百出。如一续僧传40岁遇见达摩，6年经究。达摩入灭后属年，慧可才去邺城。迁都邺城为534年，那时慧可应在50岁以上。周武灭法为574、577，慧可与谭林护持经像，那时年在90以上了。禅者多数是长寿的，慧可与达摩一样，在禅法的开展中，传说也发达起来。传法宝记说，慧可为了求法，不惜生命，自断其左臂，颜色无异，达摩这才方便开示，当下直入法界。与传法宝记同时的人家师资记说，吾本发心时，结一臂，从初夜雪中立，不觉雪过于膝，以求无上道。大正851-286上。这是从谭林续的感其精诚及慧可施弊而来的不同传说，表现了求法不惜生命的大乘精神。神会的南宗定是非论更说慧可本名神光，因受达摩的赞可而改名神会集161，这可能与佛陀三藏弟子慧光相糅合了。本名神光，立雪断臂求法，为后代禅者所信用。又传法宝记说，慧可在夜兜时受人毒害，但毒不能害。有关慧可被迫害及顺俗事件，历代法宝记说，刘知与光统的徒党要陷害慧可，于是入司空山隐，后可大师阳狂。最后还是被诬告说慧可是妖才未成，应作陈安县令所杀害，大正5118一中。
宝林传也大致相同。达摩的弟子续僧传依谭林所记，仅道玉与慧可二人。道774请作历代法宝记，多了一位，你总持，并有的我髓者慧可，的我骨者道玉，的我肉者你总持的传说，大正5118以上。你总持的传说不知有什么根据。三弟子的传说817传入日本的内证佛法血脉谱841前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此下简称师资承袭图952祖堂集，都承袭历代法宝记的传说。为801宝林传在三人外加的无写者偏头赋而成四弟子说。偏头赋大概是引用续僧传卷16僧父传的。僧父在北方从达摩禅师出家，建武年间494、497来江南，普通5年524就死了。僧父那时在北方所见的达摩禅师，是否就是菩提达摩？这不过是宝林传编者的意见而已。关于弟子们误入的内容，宗密师资承袭图作你总持断烦恼的菩提的肉，道玉迷即烦恼悟即菩提的骨，慧可本无烦恼原是菩提的髓，序110434，序是万字序藏，但本文所依为最近中国佛教会引印本。到了传灯录1004才有4人得法的内容，除了改的血胃的皮外，会可以礼拜后依位而立位的髓，大正51219下。宋代天台学者引用宗密的本无烦恼原是菩提慧可的髓说，几乎被天童寺禅师所控告，那是传说者所意想不到的事了。慧可门下的分化，持奉人家将位绝妙的慧可弟子并不太多。宝林传卷8中华大藏经一集32844下说，可大师下除第三组自有一支，而有7人，第一者山神定，第二者宝月禅师，第三者花贤居士，第四者大士化公，第五者象居士，第六者弟子和公，第7者廖居士。7弟子的根源，4人出于续僧传慧可传，神定与宝月见于神会语录，3组灿大师与宝月禅师及定公同往罗浮山。定公就是应是字误写山神定。历代法宝记说有禅师、月禅师、定禅师、延禅师来灿大师所。禅师与定禅师似乎是山神定的一传为二，延是宝月禅师弟子。神定与宝月与僧璨同住公山，同往罗浮山，就此而传说为慧可弟子，其实是无可证实的。慧可传有5人，慧可弟子那禅师，宝林传却遗忘了。象居士与慧可士道未相师，志书通好，未及造谈，聊生此意，想未达之。这是仰慕慧可
特表示自己的见地来请益，也没有一般师资的直接关系。其他三人，如《续僧传》大正50552中说，时复有画工、验、或作、廖、公和禅师等，各通观玄奥、吐言清、家相、托事记怀、闻诸口实，而人事非远，悲记罕闻，唯言不传，亲得谁续，深可痛矣。在《会可传》中附带的说到了当时的三位，本传与附件的同时而没有一定的关系，这是高僧传的一般体例。画工、验公和禅师都是出家大德，虽有传说而没有碑记可考，也没有言句流传下来。道宣附载于慧可传，那里可以说是慧可的弟子。验公而传为廖居士，那是更错误了。近人因栖霞会不曾与慧可晤谈，也就列入慧可门下，更不合理。宝林传的花贤居士也是无可稽考的，所以依续僧传、慧可传而论，慧可的弟子是那禅师，最多加上相居士。道宣晚年从法冲的来的资料，慧可门下的法系如卷25附编法冲传大正50666中说，达摩禅师后有慧可、慧玉二人。玉师受道心行口未曾说，可禅师后灿禅师、慧禅师、圣禅师、那老师、端禅师、常藏师、真法师、玉法师以上并口说玄理，不出文记。可师后善老师出抄4卷，风禅师出书5卷，明禅师出书5卷，胡明师出书5卷。远程可师后大聪师出书5卷，道因师抄4卷，冲法师书5卷，暗法师书5卷，宠法师书8卷，大明师书10卷。那老师后石禅师、慧禅师、旷法师、弘智师、明住经师西明寺身王法觉。明禅师后家法师、宝余师、宝银师、道银师，并次第传灯于今阳化。道宣晚年，达摩门下以3、4传了。可禅师后是慧可的弟子，共12人。远程可师后是慧可的再传或传承不明。那老师的弟子中遗忘了慧满禅师。旷法师就是慧满在慧善寺遇到的法友谭旷。慧可是以人家为心要的即教悟宗的，在门下的红传中现出了不同的倾向，口说玄理，不出文记的禅师，著作书释的经师。这二流的分化是极明显的事实。续僧传说慧可专附玄理，什么是玄理？从魏晋以来，易、老、庄学盛行，称为玄学，而玄理、玄风等名词也成为一般用语。佛教中也有玄章、玄义、玄论、玄谈等著作。这里的玄理当然不是老庄之学，而是勾玄发为直视大义的简明深奥的玄理，不是经师那样的依文作著或广辩事项。
佛法中如空有、真妄、性相，中国人美称之为事理、迷悟、生死与涅槃、烦恼与菩提、众生与如来、法性、心性等深义，着重这些的就是玄理。续僧传称慧可专复玄理，并举记为例，如大正50552中说此真法皆如实，与真幽理尽不殊。本弥摩尼为瓦砾，豁然自觉是珍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泯此二见之徒辈，生词错笔作私书。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密笔无余？慧可成达摩的楞伽法门，专复玄理，而展开楞伽禅的化导。道宣从法充所得来的消息，虽是即教悟宗的，却已表现了禅宗的特色，如法充传大正50666中说，其经本是宋求那跋陀罗三藏翻慧观法师笔授，故其文理克协，形直相贯，专为念慧，不在化言。于后达摩禅师传之南北，妄言妄念无的正观位宗，后行中原慧可禅师创的纲纽，魏晋文学多不耻之。领宗得意者，实能起悟。慧可的宗风如此，那专重讲说、广作文书的楞伽师，无论是否为慧可门下，精神上早已漂流于达摩禅的门外了。传美可说法尽曰：此楞伽经4世之后，变成名相，亦何可悲？该就是广造文书的一流了。早期的达摩禅风对于经教的态度是即教悟宗。即教悟宗要对经教有超脱的手眼。宋译楞伽经卷1说，一切修多罗所说诸法，为令渔夫发欢喜故，非实圣智在于言说。是故当依于义，默着言说。大正16489上。这是依义不依语，原是大乘经的共说，但学者每为名相所拘缚。达摩禅师灵活地应用了教法，如说：慧可乃奋其变，成其心调，故得言满天下，亦非见利。玄极狭览，未始精心，大正50552上。慧满诸佛说心，令知心相是虚妄法，今乃重加心相，身为佛意。又增论义，书乖大理，大正50552下。慧充译者，道理也。言说以粗，况书之在指，粗中之粗矣。大正50666中。不着文字，不在化言，活用教法以诱导学者领宗得意。对于经教显有重宗略教的倾向。还有达摩禅对于生活的态度是着重经苦的头陀行，如说：那禅师自出俗，手不执笔及俗书，为一钵一坐一食，亦可常行兼奉头陀，故其所著不参议落。大正50552下。慧满专务无着，一时，著无在宿。道四则破柴造语，常行其实。大正50552下。法充一生游道未悟，曾无期薄。
仆射于志明曰：此法师乃法界头陀僧也。大正50666下。慧可的尖凤头陀应该是达摩的遗风吧。头陀行是出家人中生活最辛苦的一流，住在阿兰若无者无事处，所以不住聚落。佛教有无事慈丘、聚落比丘二类。在印度出家人中，外道中有，佛教中也有称为变行的。他们经常的往来游化，没有定住的地方。对自行来说，当然专精极了，但没有定期安住，对社化学众来说是不方便的。这也许是早期的达摩禅不容易发扬的原因之一。摄受学众，印度都属于集团生活的律行比丘。道宣所见的达摩禅，道宣是《续僧传》的作者，著名的律师。续僧传以贞观19年645为旨，所以从道宣的论述中，多少可以窥见唐初达摩禅的实况。道宣在《习禅》篇末曾对禅有所论列，大正50595下597中，大概的说，道宣以佛陀的在传弟子僧稠、勒那摩提的弟子僧实为一流，菩提达摩又为一流，而说观彼二宗，即成之二轨也。道宣是以达摩禅为空宗的，在比较批判中认为，如斯习定，非志不禅，则横领台崖善其风矣。道宣是推崇天台教官的。就一般定学来说，慧、思、智远振于清风，僧、稠、僧实标于华望。宜觉后记，其源可循，竟没有说到达摩，这是道宣的立场。道宣怎样理解达摩禅呢？如说，有菩提达摩者，神化居宗，禅道将落，大成闭关，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养如是。然而宋语难穷，历经盖少，审其目，应托一字，则浅荡之志存焉；观其立言，则罪福之宗两舍。愁怀念处，侵犯可崇；魔法虚宗，选指优则。可崇则情事易显，优则理性难通。唐初达摩禅就有了崇高的声望，归养如是，显然已非常发达的了。现有《金刚三昧经》一卷，北凉诗译，初三藏记集卷3，新吉安公良土诗译易经录有这一部经名，但现存经本的内容说到本觉如来藏、安摩罗、如来禅、90，所以一般都论断为后代的伪作，道信以引用此经。经中说到，二入者，一为理入，二为行入。理入者，深信众生不依真性，不依不共，但以课程所依仗等。大正9369下，完全从达摩的二入脱化出来。这可见达摩禅对当时佛教的影响。后代禅门的某些特质都在形成的过程中。学达摩禅的那么多，而宋语难穷，历经盖少，这是道宣的批评。宋语难穷，
是说禅者的语句，说来说去都得不到头绪，究竟禅者的语句就是那样的，正如禅圆珠全集都序所说，懒诸家阐述，多是随问反直，绚丽炫破，无丝轮序，不见始终。大正48399下，语句是这样的莫测高深，而真正专精力行的并不多，该多数是口头禅法。据道宣的了解，达摩禅的意旨是志在浅道，最福两舍，与一切法不立的虚空宗相近。这是表面的看法，而其实不是的。如宗密说，一类道士，如僧、贤僧、饭参禅理者，皆说此，泯绝无忌，言辩为宗籍。不知此宗，不但以此言为法，大正48402下。道宣又将僧筹与达摩二宗此教一下，僧筹以四面处教人行为是侵犯可从的，达摩是虚宗理只是极深玄的。然而侵犯可从也许浅些，但情势都显了可见，而理智深奥的却难以通达。道宣承认魔法虚宗是深彻的，但幽深而不易通达，学者难以专精，大有深不如浅的意思。道宣所叙论的当时禅者的现象不完全是，但主要是达摩门下的禅者。他曾批评说，是有定学，妄传风教，同禅俗染，混清遗机，即色明空，既谈之于心口，体乱未尽，故行之于有类。神用美于辞令，定相辅于唇吻，排小舍大，独见一家，社稷住持，居然乖僻，复有乡迷同好，聚结山门，持饭蒙然，动挂行往，运经运刃，无弊种生，吹窜引弹，名残宿处。这是不重僧家律仪而形同世俗的现象。即色明空，体乱未尽，只在辞令口舌上说的动听，而在实际生活中完全不合律制。排小舍大，独见一家，这是既非小乘，又不是大乘，而是自立规矩。这对于住持佛法、设计学众，当然要流于乖僻了。这些人不明持犯，所以到处都违反律制，如用刀用斧，坏身绝地。又对于炊煮饮食、犯素食、犯处、龌龊，都不知惭愧。律宗大师的道宣对这些实在感慨已极，但是这正是中国禅宗丛林制度的雏形。有的重视百丈制丛林清规，有重视弘忍时代的团体生活，不知这类适应中国山林的新制度早已开始尝试。百丈清规只是比较成功的一派而已。还有不重经教、自称顿悟的现象，如说请示定事，多销一门，随闻道听，及而医学，莫曾思则，互背了经，美元即止，多亏实望。或有力性刚猛，志上下流，善有莫寻，震惊海读。瞥闻一句，即为思难。昌言5柱9清，10的已满，
法性早见，佛智已明。不赞了一经，不思则法义，只是道听途说的自以为高妙。禅者如不重教，那唯有依人修学。如遇到的似是而非，那又凭什么去决定呢？五住九清等4句就是顿悟。五住烦恼出于楞伽经及圣蛮经。智者妙法莲华经玄义卷10之上，大正33801中说，北的禅师名2种大乘教，一有相大乘，二无相大乘。有相者如华严、璎珞、大品等，说阶级时的功德行相也。无相者如楞伽、思义、真法无全次，一切众生及涅盘相。北的禅师以楞伽经、思义经为无相大乘。禅师依楞伽、思义、力、真法无全次的顿入众生及涅盘，是合于达摩门下之禅法的。禅师们不重律制，不重经教，不重法义，在道宣看来，这是极不理想的。所以慨叹地说，相命禅宗为贤禅字如丝般备，其量甚多。致使讲徒力清此类。故事谚曰：无知之叟，亦指禅师。禅师们不重经法，自然不懂禅字是什么意思，由来已久。宗密还在批评说，今时有旦暮真性为禅者，是不达理行之旨，又不变华逐之因也。大正48399上。这里不是引用道宣的话来讥刺禅师，是从道宣的论述中窥见当时禅者的实际形态，与后来发扬光大的禅宗有着共同的倾向。道宣是以印度佛法为本的，重经重律，自然不满于这种禅风，但禅宗却在这种倾向下发展起来。达摩禅即教悟宗，重教的流演为名相分别的楞伽经师，重宗的又形成不重律制、不重经教的禅者。护持达摩身旨的慧可门下那禅师、灿禅师等，以楞伽经为心要，随说随行，而注以严格的精苦的头陀行。道宣时，一颗光芒四射的慧心在黄梅升起，达摩禅开始了新的一页。第2章双峰与东山法门。第1节达摩禅的新时代。西元317年以来，中国的政局经270多年的南北对立，才为隋文帝589所统一。炀帝末年，天下众陷于分崩离析，但迅速为李唐所统一。大唐的大统一出现了中国史上的黄金时代，禅宗也在这个时代里呈现了异样的光辉。达摩禅在北朝只是禅的一流，不太重要的一流。但一到唐初，达摩禅进入一崭新的时代。四祖道信筑齐州黄梅，今湖北黄梅县西北30多里的破头山，也名双峰山，会下有500多人。续僧传卷20附编说，自入山来30余载，诸州学道，无远不至。大正50606中。接着五祖、
弘忍住黄梅县北25里的平木山，平木山在过头山东，所以也叫东山，受学的多到700多人。盛况空前，如传法宝记说，弘忍既受父主，令忘所归，居具奏门，日增其倍。10此上宜托一字，于年间道俗受学者，天下18、9。自东夏禅将传话，乃莫之过。达摩禅在黄梅的博兴50多年来，6207、674成为当代中国的禅法中心，这当然应归功于道信、弘忍的生物，而环境与门庭诗社也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10的适宜于达摩禅的开展。禅本来是不限于达摩所传的，重于内心的持行，为修道主要内容的就是禅会。从事禅的修持而求有所体验，无论进修的程度如何，总是受到尊崇的。在南北对立的时代，梁武帝也有一番提倡，但江东佛法为清谈玄学的风尚所熏染，一时还扭不过来。如《续僧传》卷20末，大正50596上说，梁祖广辟定门，搜题域内有心学者，统集扬州，效量深浅，自谓不类。又于中阳上下双剑定陵，使夫习心之旅，七贤宗业。于时佛化虽隆，多由辩会，徒有扬举之名，终亏执心之实。重于务实笃行的北方，禅法受到重视，受到王室的崇敬。文成帝复兴佛法452，匡赞赋予的谭耀是禅师。谭耀建议于今平城、西五州塞开辟石窟5所，及今大同云冈，为了建福，也是为了禅居。献文帝466、470对禅的崇敬更深，竟放弃地位、禅位，而专心于禅。孝文帝太和19年495，为佛陀三藏造少林寺。松洛一带成为北方禅学的重镇。佛陀的再传弟子僧稠、勒那摩提的弟子僧实，都受到帝王的征召与供养。北朝重视禅师，上有王室的崇敬，下有民间的养性，传说为佛教僧众的典范。如《续僧传》卷16，僧稠传大正50554中说，北齐文宣，帝曰：佛法大宗，静心为本。诸法师等徒传法化，犹皆消凡，谓曰阐扬，可并除废。筹见曰：诸法师皆禅业之初宗，去理之弘教，归信之见，发蒙斯人。迦兰记卷2，大正511005中下说，崇祯4比丘慧明，死17日还活。今阎罗王检阅，以错名放免。慧明据说过去之时，有5比丘同月。一比丘云是宝明寺至圣，坐禅苦行的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四道品，以诵4、10卷，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龙觉寺檀魔醉，讲涅槃，华严，领众1000人。阎罗王云，讲经者心怀彼我，以教灵悟，比丘中第一粗行。
今为是作禅诵经，不问讲经。阎罗王敕复司，即有青衣10人，诵檀魔罪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有一比丘，云是禅林4道弘，自云教化4倍檀乐，造一切经，人中向10区。阎罗王曰：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3毒不除，具足烦恼，亦复思，人与檀魔罪同入黑门。有一比丘，云是灵觉4宝明，自云出家前常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乘集弃官入道，虽不禅诵，礼拜不缺。亦复思，青衣送入黑门。太后闻之，遣访，皆实有之。自此以后，今亦比丘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义。从上2则，可看出北朝王室与民间传说重禅轻教、宣讲经论的情形。隋唐统一，殿都在长安，洛阳为东都，军政大抵是继承北朝的传统，皇室对佛教的观念也大致相近。复兴佛教的隋文帝对禅师特别尊重，如《续僧传》卷20末大正50597上说，隋祖创业，偏重定门，下诏述之，具广如传。今义西南至禅定寺，四海真隐，百司供给。来夷明德，咸熙末年，有中士者，无非作画。据以文奏，帝被皈依。被推为华严宗出祖的杜顺、法顺，唐太宗曾引入内境，为王族一妻所归敬。道则天与中宗、睿宗对弘忍门下大弟子，多数礼诏入京。王室的崇敬，宰官与民间也当然崇敬，这样的佛教环境，禅法是最适宜于开展的了。达摩禅在北朝重禅的环境中，障碍重重，并不容易开展，到唐代却勃然而兴，这应该重视禅法难行的事实。北方是重于事相，重于实行的。然北方的实行重于有相的，即使是禅官，也都细心为止，脱尽尘关。所以达摩禅在北方取相存见之流，乃生讥谤，听说情事无忌，谓是魔语。得意的领会原是南方所长的，但南朝佛教受魏晋以来的清谈影响，只会娓娓谈玄，而笃行的精神不足。这是达摩出来在南方没有法源的原因了。隋唐结束了南北对立的局面，南北文化特性也在大统一下调和起来。虚悬而缺乏笃行精神的南方，因政局的变化、都市的义学衰落，而山林重行的佛教兴起，参看下一章。在这一情况下，达摩禅由北而南，也就时的相宜而获得了有力的开展。说到南方北方，就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当时是中原。南方佛教以江东为重心，江东为今江苏、安徽的江南及浙江的大部分。江东的核心是扬州，当时的政治中心今南京。
南方佛教与政治一样，以江东为重心，这里的南朝传统最强，沿长江而上，上游的重心是荆州。达摩禅向南移动，传说因周武帝灭法574，慧可到了舒州的公山，今安徽潜山县西北，离湖北的黄梅不远。道信的禅法就是从这里学来的。道信到长江以南，在今江西省住了近20年，然后渡江，在黄梅的破头山住下来。这里是长江中游，离江不远。顺流东下，是江东，上行到荆州。从这里渡江而南是庐山，再向南是横越、岭南。向北上到襄阳、南阳、洛阳，进入北方的中枢。在这时的相宜的环境下，道信与弘忍50多年的为法努力，达摩禅终于一跃而成为中国禅法的主流。黄梅的门庭诗社，世界是冥乡的世界，人类是共住的人间。在现实人间来弘禅禅法，是不能忽视于此的。道信的隐语立相，弘忍的念佛静心，黄梅树立起新的家风，对达摩禅的兴盛是大有关系的。如《传法宝记》说，天竺达摩牵肠倒迷，习其言语，离其经论，是故慧可僧璨，遗脱一字，理得真，行无轨迹，动无章迹，法降前欲，学徒莫修。智夫道信，虽则得开居，隐语立，原物作，玄象，存没有机，经宝有文。达摩以来，慧可、那禅师、满禅师等，都是随缘而住，独往独来的头陀行，近于云水的生活。自己既来去不定，学者也就不容易摄受。道信到了双峰，就改变了从上以来的旧传统。择的开居，隐语立相，就是选择地方，开创道场，造寺院，立佛像。后来，弘忍也在平木山立寺。道信与弘忍安定地在黄梅50多年，接受天下学众。这更符合了释迦佛正法注释的大原则，从团体生活规范中陶贤助胜。择的开居，隐语立相，对黄梅禅法的隆昌是有重要意义的。禅者开始独立的发展，为未来创立禅寺、丛林的先声。还有弘忍的念佛静心，如《传法宝记》说，即忍如大空之事，则法门大起，根基不择，其速念佛名，令静心，密来自成，当理于法。由地位密重，曾不昌言。忍是五祖弘忍，如是弘忍弟子陆州法如，大空是玉泉神秀。在弘忍以前，禅法是法降末运，学徒前修的。这是审查来人的根性，绝不轻易的传授。这是禅者，尤其是高深禅门的风格。即使聚众数百，在深山潜修，或在都市里掩饰潜修，一般佛弟子、社会人士始终是隔着一层不知底细，只能投以景目的神奇的眼光。但到了弘忍，
在西元7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将禅的出方便开放了。不问根基怎么样，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一齐都教他修习、念佛、静心的禅门。禅法的普遍而公开的传授，引起了东山法门的兴盛。弘忍的东山法门被称誉为道俗受学者，天下18九。自东夏禅将传话，乃莫之过。法门大起，根基不泽，正是东山法门大盛的重要因素。念佛静心是本于道性的，道性是心心念佛，弘忍才以念佛名为方便，成为公开的、普遍的禅门新方便。从念佛名以引入静心，终于念佛成佛。这对弘忍门下以及未来南辕北秀的禅风对立都有重大的意义。念佛名与令静心的新方便虽引起了部分禅者的形式化，然对促成东山法门的隆盛来说，到底是重要的依者。道性、隐语立相、弘忍、念佛名、令静心、黄梅树立了新的禅风，达摩禅也就进入了新的时代，大放光芒。第二节道性与入道方便。禅宗四祖道性在中国禅宗史上是值得重视的，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达摩禅进入南方，而推向一新境界的正是道性。他的事迹、禅学应给予特别的注意。道性传。道性一生的事迹最早见于道宣续僧传卷20附编，道性传大正50606中，其次为传法宝记、历代法宝记、大正5118以下、182上、神会语录、石井本、大同传灯录卷3、大正51222中下等。道性卒于永徽2年651闰9月春秋72，所以是生于成太建12年580的。他的事迹可分为3阶段。一、道性俗姓司马，原籍是河内，今河南省庆阳县，后迁移到齐州的广济县来。7岁586就出了家。师长的戒行不敬，道性没有随师长而放逸，反而密怀斋戒，秘密的不为师长所知，受持斋戒，真是一位气势不凡的沙弥。5年或说6年后，到舒州公山，今安徽省潜山县西北，从三祖僧粲、古美协卫、粲学禅法10年，或说9年、6年与9年，或说5年与10年，都共经15年。在道性21岁请600，僧粲去了罗浮山，道性就过着独自的修学生活。道性在公山学禅，续僧传这样说：又有2僧，莫知何来，入舒州公山，进修禅业。道性闻而往复，便蒙受法。据《传法宝记》，公山的2僧就是僧粲与同学定禅师山神定。道宣范说2僧没有明说，所以近代学者有人怀疑僧粲传道性这一事实。
僧璨传道信为弘忍门下所公认的。弘忍在世时602、675一定已有所传，这才能成立历代相承的法统。道宣没有明说，那只是传述者。道宣从传说得来，不是从道信得来的不详细。禅法是不可能没有传授的。道宣可以不知道，传述者可以不知道，道信可不会也不知道。道信的弟子弘忍知道了而传说为僧璨，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弘忍602、675与道宣596、667是同时人，弘忍的传说不是100年后、数百年后起的新说。如没有反证以证明他的错误，是没有理由怀疑的。道宣续僧传卷25法冲传提到了可禅师后璨禅师。卷11变异传大正50510中又说道，仁寿4年春末变异，又奉敕于泸州独山梁境寺起塔，处既高敞，而恨水少，僧众极难。本有一泉，乃是僧璨禅师烧香求水，因急奔注。至璨王后，泉河积年。即将已至，一夜之间，枯泉还涌。泸州独山在公山东，与公山相连，所以论地点，这位独山僧璨禅师与传说的公山璨禅师显然是同一人。变异传说仁寿4年604时，璨禅师已经死了。道信与僧璨分离，在600年起，传说僧璨去罗浮3年，可能为1、2年，回来就死了。所以论时代也是相近而没有矛盾的。公山的璨禅师在道宣的续僧传中，虽道信传没有明文，却存在于不同传说的变异传中，所以弘忍门下所传道信从僧璨得法，应该是可信的。2. 大业605、617年间，道信才为政府所允许出家，配驻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县）。4. 逢盗贼围城70余日，道信劝大家念摩诃般若，这才贼众退散。道信想到横越去，路过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县），就在庐山大林寺住下来，一住10年。道信在黄梅双峰山30余年，续僧传历代法宝记，大约是40岁时去黄梅的，所以从21岁600到40岁619 20年间，为道信到南方游学的阶段。续僧传说，国访贤良，许度出家，因此复名驻吉州寺。传法宝记说，至大业度人，配驻吉州寺。隋代出家要得国家的准许，每年定期举行考选，一般是试经的度，或由僧众推举，有一定的限额，合格的准予出家，配驻寺院、僧籍，得到出家者应有的优待，免税、免役。否则称为私度，政府是可以勒令反俗的。道信许度，配驻吉州寺，在601、609年间。这一定是僧璨去后，
道信就离开公山，渡过长江，在吉州一带游学，这才会许度出家，而配住在吉州寺。道信在吉州有教大众念摩诃般若波罗蜜而退贼的传说。这一传说暗示了一项重要的事实，那就是道信在江南游学，受到了摩慈般若波罗蜜法门的深切影响。摩慈般若波罗蜜法门与两境的玄学相表里，流通极盛。经典的一出以鸠摩罗什所译的《摩慈般若波罗蜜经》，简称大品般若27卷，小品般若波罗蜜经10经最为流行。经梁武帝的提倡，陈代、557、588三论宗盛行，般若法门风行于长江上下游。天台宗祖南岳慧思40岁558时，在光州（今河南省黄川县）发愿造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全部，并作立誓愿文，大正46766中792中。弟子天台智以也重视般若经论及中论般若的观法。说到般若波罗蜜法门，不但着重一切法无自性空，空故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的悟证，更着重听闻、受持、读诵、书写、供养，为他演说，是以文思维方便而去入修正的。般若波罗蜜的读诵受持引入修正，更有现身的种种功德，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8大正8280上下说。于是般若波罗蜜若听、受持、亲近、读诵，为他说正意念，不离萨婆若心，诸天子是人魔若魔名不能得其变，人非人不能得其变，终不恨死。若在空舍，若在旷野，若人住处，终不怖畏。我等诸天常当守护的如是经世功德。摩诃般若波罗蜜有供世间的今世后世功德。所以般若经在印度有最深彻而又最普及的特色，成为大乘佛教国心中的主要圣典。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9载有外道义学泛智及恶魔化作4种兵来扰乱的事实，因诵念般若波罗蜜而外道与魔军退散。大正8287上下。道信劝吉州城大众诵念般若而得群贼退散的效果，正说明了道信游学南方，而对摩诃般若波罗蜜法门有了深切的信解尊重。吉州城平定后，道信想到南岳去，经过江州，为江州道俗流至庐山大林寺，又经10年。在道信30岁左右，已受到佛教界的尊敬了。大林寺是智凯创建的，《续僧传》卷17有智凯传，大正50570中。智凯本是三论宗新黄朗的门人，开皇15年595，又从天台智以修习禅法。智凯守至大林20余载，足不下山。大业6年610卒。道信来住大林寺，610请
在智凯将死或去世不久。智凯修习禅法，特有念力，为智以所器重。智凯创建与领导的大林寺，当然有天台禅观的学风。道信住大林寺10年，对该寺的天台禅观是不会没有影响的。总之，从600到619年起，道信游学南方近20年，与南朝佛教、三论宗、天台宗的法门相关涉，这对道信所传禅门的理解来说是极其重要的。3. 续僧传说，齐州道俗请渡江北黄梅县，众造寺，寺为大众愿为造寺的意思。依然，山行，遂见双峰有好泉石，即住中至。自入山来30余载，诸州学者无远不至。道信住黄梅双峰山30余年，约为620、651年，为道信弘宣禅法的阶段。传法宝记说，武德7年，住齐州双峰山，居30年，宣明大法。武德7年说为传灯录等所信用。然从武德7年624到永徽2年651去世仅28年，与居30年说不合，所以经取30余年说为正。道信在双峰定住下来，于是则得开居，隐与立相，皆引四方的学众，弘宣禅法。道俗500多人，显然已成为当代的禅学大宗。弟子而可考见的，弘忍而外，续僧传载有荆州法现、荆州玄爽、横越善福。历代法宝记说到，命弟子原一造塔。又传说，唐太宗曾4次敕召道信入京，道信都辞老不去。如确有其事的话，那道信的30余年不下山，即不奉敕召，可能未受到智凯20余年不下山，不受隋帝的敕召风格所影响了。道信临去世时，有2件事值得一提：一欲先主弟子造塔，等到塔造成了，就去世，全身不散，供养在塔中，一直传到近代。欲先造塔与色身不散，也是后来的传承者弘忍与慧能所共同的，形成一宗特有的家风。2. 续僧传说，众人曰：和尚可不付主耶？曰：生来付主不少。传法宝记说，门人之将画壁，遂谈究风起，珍惜法寺。即问将传复，幸喟然久之，曰：弘忍差可耳。一说付主不少，一说付主弘忍。这一传说的其意，存有对付主的不同意见，留到第5章曹溪慧能的付法传一中去说明。道信禅门的纲领，达摩以来的诸大禅师大都不出文记，流传下来的或是门人的记录或辑录，也有别人所作而误传的。道信在双峰弘禅也传有这样的作品，如楞伽师资记大正851-286下说，信禅师在场禅门与内流部有菩萨戒法一本，即至入到安心药方便门，为有缘根熟者说，我此法要
一人家经诸佛心第一，又一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净觉传人家师资记约为720顷，离道性的去世651，不过70年。净觉的人家师资记是根据选择的人家人法制的，选择是道性的再传弘忍的弟子，在传承的关系上、时间上都相当亲切，不可与晚唐以来的新传说并论。道宣667去世，为道性去世后16年所作《续僧传》卷20附编说，善福右上金香，其不见性禅师是以入道方便，大正51603上。道性以入道方便，入道安心要方便，叫人道宣已经知道了。天台学者今悉湛然711-782在《止观辅行传弘诀》卷2之下，大正46184下也说，性禅师原用此文殊说般若经以为心要，后人承用，情见不同，致使将表经和禅宗乖故。道性以文殊说般若经为心要，也与神秀所说相合，如人家师资记大正851-290上中说，则天大圣皇后问神秀禅师曰：所传之法，谁家宗旨？答曰：秉其州东山法门。问：依何典告？答曰：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人家师资记所传的入道安心要方便门，代表了道性的禅门，是确实的、难得的珍贵资料。道性当时弘开的禅门，在上两所引的文句中，就显出了道性禅法的3大特色。一、戒与禅合一，弘忍门下的开法传禅都与戒有关。第4章在详为论列。慧能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兼受无相戒，是戒禅一致的。如敦煌本坛经大正48340下说，菩萨戒经云：戒缘物作我，依经文校正，本缘物作愿，自性清净。实心见性，自成佛道。即时豁然还得本心。神秀五方便的离香门，在正受禅法以前，先发愿请师受三归，问无能，忏悔，受菩萨戒，完全是受菩萨戒的次第。正受菩萨戒，如大乘无生方便门大正851-273中说，菩萨戒是持心戒，以佛性为戒。心撇起，即为佛性，是破菩萨戒。护持心不起，即顺佛性，是菩萨戒。神秀所传的以佛性为戒，与一念净心顿超佛的禅门，也达到一致的境地。开法传禅而与戒相关，不只是南能北秀、弘忍门下的宣实宗、净众宗也是如此。尤其是宣实的传香、坛经的慧心本等，也有传五分法身香的开示，显然是菩萨戒的内容。一、人家师资记所说，道性有菩萨戒法，又有入道安心要方便门。道性的
菩萨戒法虽没有传下来，内容不明，但道信的禅门有戒有禅，是确实的。弘忍门下的禅风，禅与菩萨戒相合，原来是秉承道信7世纪前半的门风，这点极关重要。不明白这一点，柳田圣山传出其禅宗史书之研究，才重视8世纪的江洋禅律互传，而想象坛经的无相戒为牛头六祖所说，不知道这正是道信以来的禅风。达摩禅与头陀行相结合。头陀行本为辟支佛行，是出家人的，而且是人间比丘过着集体生活者所不取的。头陀行的禅不容易广大的宏通。道信使禅与菩萨戒行相联合，才能为道俗所共修。说到菩萨戒，南朝非常的流行。梁武帝与隋炀帝那时是晋王，都曾受菩萨戒，制以作《菩萨戒》一书，说传戒仪式。当时有6本：1梵网本，2地持本，3高昌本，4璎珞本，5新传本，6制止本。大正40568上的持本、高昌本、璎珞本流传于北地。新传本、南方新传也用梵网十重戒及梁武帝审定的制止本，是南朝所通行的。制以取传为鸠摩罗什所译的梵网本。道信的菩萨戒法虽没有明文可考，然从南能北秀的戒法，以自信清净佛性为菩萨戒体而论，可以想见为梵网戒本。道信的戒禅合一，是受到了南方，极可能是天台学的影响。2楞伽与般若合一，近代学者美以为达摩以4卷楞伽经印心，慧能改译金刚经印心。因而有人说禅有古禅与今禅的分别，楞伽禅与般若禅的分别。达摩与慧能的对立看法是不对的。依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门，可以彻底消除这一类误会。达摩以4卷楞伽经印心，当然是确实的。达摩门下曾有楞伽师，胡适称之为楞伽宗的系统。然据《续僧传》所说，魔法虚宗，玄旨幽泽，大正50596下。达摩禅师传之南北，妄言妄念，无的正观位宗，大正50666中。达摩禅从南朝而到北方，与般若法门原有风格上的共同。到了道信，游学南方，更深受南方般若学的影响。在吉州时，早已叫人诵念摩诃般若波罗蜜了。等到在双峰开法，就将楞伽经的诸佛心第一与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融合起来，至为入道安心要方便门，而成为楞伽与般若统一了的禅门。般若法门的一切皆空，天台学者说得好，或见其为空，或即空而见不空，或见即空即不空，非空非不空。换言之，般若经所说的空，有一类根性，
是于空而误解为不空的，这就是在一切不可的寂灭中，直觉为不可思议的真性或心性。大乘佛教从性空而移入真常妙有，就是在这一义去下眼镜的。达摩以人家应心而有般若虚宗的风格，道性的人家与般若相融合，都是误解般若为即空的妙有，而不觉得与人家如来藏性有任何差别的。道性游学南方，深受摩诃般若波罗蜜法门的熏陶，终于引用文殊说般若经为安心方便。文殊说般若经共有3义，道性所用的是梁曼陀罗仙503所译的名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2卷。这部属于般若部的经典，含有明显的如来藏说，如经大正8726下729下说，文殊师利言众生界相如诸佛界。又问众生界者是有量耶？答曰众生界量如佛界量。如来界及我界即不二相。如来界、佛界是如来藏佛性的别名。众生界、菩萨界、如来界平等不二，为无上一经法界无差别论等如来藏说经论的主题。文殊说般若经以从如来性空、众生性空、般若本义而进入法界不二说，与人家经的如来藏说一致。人家与文殊般若的关系还有2点可说：一、文殊说般若经译出以后，传为真谛所译的大乘起信论，已引用了一行三昧。大乘起信论一向被认为与人家经有关，是依人家经而造的。起信论的引用一行三昧，就是人家经与文殊说般若经的融合。二、在达摩系统中，慧可弟子和禅师，和禅师弟子玄景，玄景弟子玄觉，玄觉与道宣、道信同时。续僧传卷17说，玄觉纯讲大乘于文殊般若篇位义的得意。大正50569下。玄觉为达摩门下重视文殊般若的又一人。道信的时代，人家与文殊般若早有融合的倾向。道信这才依人家经及文殊说般若经成立入道安心要方便的禅门。可以说，人家经诸佛心第一，是达摩禅的旧传承。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为适应时机的新综合。在禅者的悟境，这2部经是没有不同的，方便不同，但摩诃般若波罗蜜在达摩禅的传承中越来越重要了。三、念佛与成佛合一。念佛是大乘经的重要法门。在中国，自庐山慧远结社念佛以来，称念阿弥陀佛，成为最平易通俗的佛教。达摩禅名著闭关，甚凡亦如，源与念佛的方便不同。道信引用了一行三昧，一行三昧是念佛三昧之一。
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习一切妄念而专于念佛，心心相续，念佛心就是佛。道性的入道安心方便是这样的方便，一念佛而成佛，双峰禅门才能极深而又能普及。从弘忍门下的念佛禅中，可以充分地明白出来。一行三昧，梁曼陀罗先所译的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下有一行三昧，道性引入，能加禅，智力卓越的安心方便。这对于东山法门的大发展及将来南能与北秀的对立都有深远而重要的关系。经上所说的入道安心要方便门所引的是这样，大正873一上下，复有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修饰三昧者，亦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文殊师利言：世尊，云何名一行三昧？佛言：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当先闻般若波罗蜜，如说修学，然后能入一行三昧，如法界缘不退，不坏，不思议，无碍，无相。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细心忆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相，能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何以故？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不思议佛法等无分别，皆成一如成最正觉，悉具无量功德，无量辩才。如是入一行三昧者，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如般若波罗蜜所说行，能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佛，是般若经的根本法门。此外，佛又提出能速成佛道的一行三昧。一行三昧的实质是法界一相，系缘法界，以法界无差别相为信念而成就的三昧。想成就一行三昧，经中举二类方便：一先要听闻、受持、读、诵，如说修行般若波罗蜜，这是般若闻思修正方便。二、不取相貌，如32香、80众好，细心忆佛，专称佛名，这是念佛的甚方便。念佛成就，见十方无量诸佛，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说到这里，应该知道大乘法门的二大流，以般若经为主的念佛是十相念佛，如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卷10大正8584中说，以诸法实相而观如来。维摩诘经卷下说，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大正14554下。阿门恩人伽现人家人佛国经说，如仁者上相见空，观阿门恩人伽现人家人佛及诸弟子等并其佛刹，当如是。大正11760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所说，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大正8749上也是同一意义。2. 以华严经为主的念佛是唯心念佛，如大广佛华严经卷63入法界品解脱长者章大正10339下340上说，然彼如来不来至此，我身亦不往诣于彼。知一切佛即以我心，悉皆如梦。我如是知，如是意念，所见诸佛，皆由自心。念佛是念佛，无边相好的，等到三昧成就，诸佛现前，于是体会到，我没有到佛国去，佛也没有到这里来，诸佛现前，都是唯心所现的。与阿弥陀佛有关的念佛也是这样，如佛说般舟三昧经大正13899中下说，意所作耳，唯心所现，我所念即见。心作佛，心自见，心是佛心，佛心是我身。心见佛，心不自知心，心不自见心。心有想是痴心，无想是涅槃。观无量寿佛经大正12343上也说，诸佛如来法界身，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想佛时，是心即是32相80随行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知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系念地观彼佛。念佛而悟入唯心所现，于是乎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法门展开了。后代禅者常说的即心即佛，不是禅者创说，而是大乘经中与念佛有关的三昧。明白上来的念佛说，可知文殊说般若经是在般若无相法门中应用了唯心念佛，而归于法界无差别相的法门。但还是随顺般若，所以称名而不取相貌。道信以一行三昧与人家法门相结合，致力入道安心要方便，显出了法门的特色。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在中国佛教界早已受到重视。智者于开皇14年594，在玉泉寺说摩诃止观，广明大乘的4种三昧，常做的就是一行三昧。更早些，传说为真谛553译的大乘起信论也引用了一行三昧，如大正32582上中说，若修止者，一切诸想随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本来无相，念念不生，念念不灭，亦不得随心外面境界，后以心除心。心若持散，即当摄来住于正念。使正念者，当知为心无外境界。久习纯熟，其心得住。以心住故，渐渐猛力，随顺的入真如三昧。复次，一是三昧故，则知法界一相，为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身，平等无二，即名一行三昧，唐译作一相三昧。起信论的真如三昧，可说是天台体真指。但修行方便，是唯心观次第，先以心前进，再以心除心。
起信论以为真如三昧成就了能知诸佛法身与众生生平等，法界无差别，就名为一行三昧。没有说到念佛的方便，这是着重一法界相系缘法界，就是一行三昧之所以名为一行三昧的实质。一行三昧为佛教界所重视，道信就融摄于达摩传来的禅法中。入道安心要方便，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全文为人家师资记所引录，文段很长，约3500-600字。达摩名入道的二入安心者闭关，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是乘此而立名的，但已是专名理入了。全文可分为3部分：一、从开始到略举安心，不可俱尽，其中善巧，出自方寸大正藏，本共36行，约600字。先引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而名安心，安心是住心、宅心的意思的善巧方便。文义都简要精密，为安心方便的主体部分。二、从略为后生疑者假为疑问起，共43行，约700字。先假设问题，然后以信约来解答。问题为：一、法身若此无相者，何故复有相好之身现世说法？二、何者是禅师？三、云何能得悟解法相，心得明净？四、临终实作若为观行，用向西方部。问答部分是辑录信约的解答问题，显然为门下所辑录的。在问答中着重于根基的浅深不等，并明佛弟子的正见。三、从右古时至敏禅师训约起，文段最长，内容浅深不一，可说是道信门下不同传行的杂录部分，是做进一步的分解。第一，主体部分实为道信入道安心要方便门的主要内容。首先引述了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如上览一行三昧所引，然后智力方便大正851-287上说：夫身心方寸，举足下足，常在道场，施为举动，皆是菩提。普贤观经云：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10香，是名第一忏。拼原文误作，并除三毒心、攀缘心、觉观心。念佛心心相续，忽然沉寂，更魔所愿念。大品经云：魔所念者，是名念佛。何等名魔所念？即念佛心名魔所念。离心无别有佛，离佛无别有心，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所以者何？实无形，佛无形，佛无相貌。若也知此道理，即是安心。常意念佛，攀缘不起，则泯然无相，平等不二。入此位中，一佛心切，即不虚真，即看。此等心即是如来真实法性之身，一名正法，一名佛性，
亦名诸法实性、实际，亦名净土，亦名菩提、金刚三昧、本觉等，亦名涅盘界、般若等，名虽无量，皆同一体，亦无能观所观之意。如是等心，要令清净，常现在前，一切诸缘不能干乱。何以故？一切诸事皆是如来一法身故。住世心中，诸结烦恼自然除灭。于一尘中，具无量世界，无量世界即一毛端。于其本实如故，不相妨碍。华严经云：有一经卷，在微尘中，见3000大千世界事，略举安心，不可具尽。其中善巧，出自方寸。这一部分是入道安心要方便的主要方便。首先揭示了根本意趣，身心一切都不外乎方寸，一切唯是自心。道场是成佛的一处，菩提是佛之所以为佛的觉。举足下足，是谓举动，一切语默动静，行来出入，见闻觉知，资身事业，那一样不是菩提，那一处不是成佛的道场。这虽是大乘经的常谈，却正表示了禅宗的特色。说到安心方便，先要忏悔业障。十相忏是第一忏悔，也就是坛经的自性忏，还要拼除、扫除的意思，贪甜痴心、攀缘心、觉观、心意、寻思心，内心清净了，才能契入一行三昧的念佛。念佛的出方便没有说到，只说念佛心心相续，念到忽然沉寂，就是魔所念，连念佛心也落谢不起。那时的沉寂，或说泯然无相，平等不二，或说泯然清净，净心。以念佛来说，魔所念者是名念佛，是大品般若经所说的。因为心识是无形的，佛也是无相的，从一行三昧的不取相化而来，所以泯然无相是真念佛。这样的泯然无相、平等不二，心就是佛，佛就是心，而到达即心即佛的体悟。这一安心方便是在如来藏心的传统中融合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十相念佛、观无量寿经等的唯心念佛而制立的。以念佛为方便，而念佛是无所念，无念心是如来真实法身，这可说无念即是佛了。般若与人家的融合，达摩禅将更适应于南方人心。沉寂清净的心，就是经上所说的法身、佛性、般若、涅槃等。例举种种名词，而说就是一体。三论、天台根据龙树论都这样说。这说明了这一悟入的内容是一切经、一切法门的根本与共同问题。文中说到了金刚三昧与本觉，可见到性已见到了参考过达摩二入法门的金刚三昧经了。这部经也说到本觉金刚三昧经与大乘起信论在古代禅宗的发展中是有重要影响的。达到了这一
沉寂泯然无相，境地是没有能观所观的。只要保持静心，使静心常常现前就得。在泯然无相的静心中，一切事事无相，一切事清净，同一法界无差别。所以一切境缘都不能干乱静心，一切烦恼自然除灭了，自然契入不思议解脱的无碍法界。文中引为摩诘经的本是如故，不相妨碍，及华严经的在微尘中见3000大千世界事，以无所得的魔所爱，禅者的悟境更进入不思议解脱的境地，这也是后代禅者的共同倾向。末了说，安心方便是说不完的，这只是略举一端。任何安心方便都要行者善巧的应用，这如失眠一样，一紧张一着急，什么安眠方法除服药都失效了。安心法门也是一样，所以佛开无边的安心法门，经中又说为顺道法爱身，禅者说为没有定法与人。这所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运用之妙，在乎一心。第二，问答部分有一项问答极其重要，如大正85128中说，云何能得悟解法相，心得明净？信曰：亦不念佛，亦不着心，亦不看心，亦不记心，亦不思维，亦不观行，亦不散乱，直任运，不令去，亦不令住。独一清净，就近处心自明净。或可谛看心，即得明净，心如明镜；或可1年，心更明净；或可3、5年，心更明净；或可因人未说，即得悟解；或可永不虚说的解。学者取悟不同，有如此差别。今略出根源不同，为人师者善须识别。这里面包含相关的问题是：心得明净，悟解法相。心怎么会明净？有的不念佛，也不着心、摄心、止，也不看、观心，不用什么方法，只是任运。任运是不加功用，任其自然的运行，古人称为莫直去。这样心就会自然明净。但有的要审谛的看心，心才会明净般的清净。这样上面所说主要的安心方便是念佛的看心的一类，而非一切都是这样了。说到悟解法相，就是悟理。有的因善知识的开示启发，得到悟解，如一般的言下的入。但有的不用别人说，自己也能悟入，这当然是少数。因不同的根基，有不同的进修情况。入道安心的方便是不可一概而论的。第三，杂录部分有禅观进修的不同方便，段落不大分明，但大致可分为3段。第一段从右古时智敏禅师起，不得造次折说，慎之止。这一段先引智敏禅师及经说总列5事，然后广明第5守一不疑的修法。先引智敏禅师等
大正851288上说，古时智敏禅师训曰：学道之法，必须解行相符，先知心之根源及诸体用，见理分明无惑，然后功业可成，一解千丛，一迷万惑。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此非虚言。无量寿经云：诸佛法深入一切众生心想，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当知佛即是心，心外更无别佛也。引古说与今说，只是证明心在学道中的根本性、重要性，为成立五事做依据。无量寿经实为观无量寿经。古代的智敏禅师不见于史传，但智敏禅师训曰内容与宗镜录所引相同，但这是天台智者证明智义所说，如宗镜录卷100大正48952中下说，智者大师与陈宣帝书云：夫学道之法，必须先识根源，求道由心，又须识心之体性，分明无惑，功业可成。依了千名，一迷万惑。智者语传为智敏所说，虽文字小有出入，但决定为同本。近代敦煌出土的有正或作成心论一卷，编写在菩提达摩禅师观门法及传为弘忍所说的修心要论中间。禅者虽不知正心论是谁所做的，但看作古说是早在弘忍以前的。正心论也有宗镜录引用的智者所说，而且正心论还说，是故将书言说，请上圣王，福愿善思本心一意，无畏同登正觉。与智者大师与陈宣帝书的传说极为吻合。道信游学南方，住庐山大林40年，引用前辈智者禅师531-597的话是不足惊异的。智者证明为智义，智敏禅师大智为智以禅师的误写。以字旁的叶草书是与文相近的，引用智敏以及观无量寿经说，可见道性的禅法，佛即是心，心外无别佛，成立了念佛心、念心的同一性。念佛是引用一行三昧的心方便，念心、观心或守心，如列举五事，没有说到念佛，正是人家的旧传统。念心是略而言之，凡有5种：一者知心体，体性清净，体与佛同；二者知心用，用生法宝，起作痕迹，万法原作或皆如；三者常觉不停，觉心在前，觉法无相；四者常观生空寂，内外通同，入身于法界之中，未曾有碍；五者守一不移，动静常住，能令学者明见佛性，早入定门。略举五事，都是与心有关的，为道性门下观心的5类方便。所说五事，并是大乘正理，皆依经文所成，非是里外妄说，
武士有统括大臣经义的意趣，是道信所成立的吧？列举武士后，接着说，诸经官法备有多种，传原作附大师所说，独举手一不疑。